幅慢慢画，一朵朵花上风蜡，不用电脑绘图，从设计开始制成将近10个环节，全靠手工。这个没什么人要做，因为那个手续繁复，太繁复。坚持源自一份怀念，一条阿婆的紫色裤子让吴小敏从此爱上蜡染，20年没变。那常常他背着我，我就会特别对那条裤子有印象，一直到现在。而吴小敏对蜡染的热情渲染给员工，就像个同心圆。应该说我们定调就是同心的人一起走这样子。那我们大家在这边工作，我相信是很愉快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都很喜欢啊。小小家庭工厂卧虎藏龙，可别小看这些婆婆妈妈，年资加起来超过60年，还是比赛常胜军。他们现在都在开发新的东西，那我们就是因为自创品牌，我们需要很多的创意，那我们也需要很多很好的技术的人。结合创新和热情，如今吴小敏拥有一群忠实顾客，自有品牌雏形慢慢浮现。因为他们的信赖，我们就更不能做一些刺激的东西给他们，所以我们只好一直越做越好。知道在古典风格之外，必须融入流行题材，就在既有市场内同中求异，创造卖点。了解我哋今年做的上新品上市，抢多多支持。啊，老板说这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新品上市，请多多支持。腔调非常特别，因为这是已经很少人会说的永定腔，对不对？对，永定。哦，那我们事先说新品上市，请大家多支持，新品总司呛多多支持。这些蜡染服饰蕴含着吴小敏对于儿时客家记忆的解构再创新。我从哪里来，未来往哪里去，在一件件作品中找到答案。新品总司呛多多支持，新品总司呛多多支持。